各位街坊鄰居，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今日我一定要同大家講一個關係到全家身體健康嘅話題。先問大家一個好真心、好扎心嘅問題：大家平時去街市或者超市買香蕉，係咪專揀啲成條金黃色、乾乾淨淨、一粒黑點都冇嘅完美貨？大家心裏面係咪都覺得呢種賣相最靚嘅香蕉先至夠新鮮，質素最好，買返去俾屋企老人家同細路仔食就最安心？如果大家真係咁諗，咁就大錯特錯啦。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揭爆一個水果行業裏面嘅黑幕，講一啲水果批發商同水果店老闆絕對唔會話你知嘅內幕。市面上嗰啲完美無瑕、金到刺眼嘅香蕉，十居其九都係用化學藥水催熟、用科技炮製出嚟嘅科技蕉。賣相雖然好睇、好光鮮，但係裏面暗藏健康隱患。如果你長期買呢啲香蕉返去俾家人當水果食，唔單止冇養生功效，反而是喺度慢慢傷害家人嘅腸胃。睇埋我今日呢篇乾貨，以後大家去買香蕉，保證絕對唔會再踩坑，唔會再花呢啲冤枉錢。香蕉可以話係我哋香港家家戶戶最常食、最平民化嘅熱帶水果，口感好，有營養，食起來又方便，老人家食可以潤腸通便，細路仔當零食或者茶點都非常合適，名副其實係男女老少都中意。不過幾乎所有人都有一個根深蒂固嘅誤區，以為香蕉越金黃越乾淨，質素就越高。但係行業裏面嘅人，大家都心知肚明，真正喺樹上自然熟嘅香蕉，根本唔可能做到整條色澤完全均勻金黃，更加唔可能擺幾日都唔爛。大家平時見到嘅呢啲零瑕疵完美蕉，全部都係靠高濃度嘅催熟藥水、工業防腐劑同埋人工增色劑，硬生生催熟出嚟嘅科技產物，根本唔係自然熟嘅果實。可能有人會覺得我講得太誇張，喺度聳人聽聞，但我今日講嘅嘢，全部都係我親身踩過坑、真金白銀試過嘅血淚教訓，半點虛假都冇。大概喺2-3年之前，我去我家附近一間大型生鮮超市逛街，一入門口最醒目嘅貨架上面擺住一大串賣相超拔尖嘅香蕉，整條金燦燦，表皮光滑到發亮，完全冇半點瑕疵，連一粒黑點都拖唔到，睇落去真係非常吸引人。當時個鋪主仲喺旁邊不停推銷，話呢批香蕉係大清早新鮮到貨嘅頂級靚蕉，入口香甜，仲話就算擺喺室溫半個月都唔會壞，唔會爛。我當時信以為真，想着屋企長輩同細路平時最中意食香蕉做下午茶，於是毫不猶豫就買咗一大串返屋企。點知就是呢串看似頂級嘅靚蕉，搞到我全家都食出問題，連食咗3日之後，各種唔舒服嘅症狀就陸續出現。我個孫食完之後，馬上攬住個肚，話肚痛肚脹，到了正餐時間完全冇胃口，一啖飯都唔想食。我自己連食咗幾條之後，亦都經常無端端胃氣上湧、反酸水，上腹位置隱隱作痛，平時好暢通嘅排便，亦都變得非常困難同不順暢。最詭異、最細思極恐嘅係，呢串香蕉擺喺屋企飯台上面，足足放咗10日8日，表皮依然係新買返嚟嘅鮮黃色，完全唔變軟、唔熟透、唔發霉，亦唔變質，徹底違背咗水果自然成熟同腐壞嘅自然規律。我出於好奇，切開一條睇下，馬上就發現大問題。中心嘅果肉硬邦邦同乾結，咬落去仲帶咗一陣好刺鼻嘅化學苦味，完全冇天然成熟香蕉嗰種濃郁嘅果香同甜味，口感又柴又寡，同正常自然熟嘅香蕉簡直係兩樣嘢。我當時立刻醒覺，呢批香蕉絕對有大問題。為了搞清楚真相，我第2日特意早起，跑去油麻地水果批發市場，我一位做咗超過20年批發嘅老朋友請教。呢位深耕行業20年嘅行內老手，聽完我嘅描述之後，立刻搖頭話我中咗招。佢直接跟我講真話，你買返嚟嘅呢啲根本唔係喺樹上自然成熟嘅香蕉，係最典型、最常見嘅藥水強制催熟，再加埋工業防腐劑浸泡嘅科技蕉，係我哋行內人自己絕對唔會食嘅貨色。今日我就喺度同大家科普清楚呢個行業嘅規矩，讓大家分得清乜嘢係合法操作，乜嘢係黑心亂象。香蕉屬於後熟型水果，一旦喺樹上自然熟透，喺運輸過程裏面好快就會軟爛變質。我哋國內嘅香蕉主要產自嶺南同南方沿海地區，如果要長途運輸送到香港嘅街市同超市，行業嘅標準做法就係喺香蕉仲係青綠堅硬嘅時候提前採摘，呢個係正常嘅商業操作，完全無可厚非。正規同有良心嘅批發商同店鋪會採用符合國家安全標準嘅溫和氣體進行合規催熟。呢種合法催熟嘅香蕉，營養保留得好完整，冇有害殘留，食品安全完全達標，大家絕對可以放心買，放心食。
但係市面上有一啲唯利是圖嘅黑心商戶同地下小作坊，為了令香蕉賣相更吸引，拉長貨架期，減少貨品損耗，公然無視食品安全規例。佢哋違規亂用高濃度嘅催熟藥水、超標嘅二氧化硫漂白劑、工業級長效保鮮劑同埋人工染色劑。呢批顏值滿分嘅科技蕉，外表雖然光鮮，但內裏營養盡失，仲殘留咗大量化學物質，長期食用對身體嘅危害極大。其實真正自然成熟嘅香蕉特徵係非常明顯同容易分辨嘅。自然熟嘅香蕉表皮顏色係循序漸進咁轉變，深淺不一。蕉頭同蕉尾因為接受陽光照射嘅程度唔同，一定會有自然嘅色差。喺室溫擺放2-3日，表皮就會生出芝麻大小嘅小黑點。呢個係香蕉裏面嘅澱粉轉化為糖分，完全熟透嘅正常生理現象。自然熟嘅香蕉剝開之後，果香濃郁純正，果肉整體軟滑香甜，擺多幾日就會自然變軟熟透，繼而腐爛，完全符合大自然嘅規律。反觀藥水催熟嘅科技蕉，破綻一眼就可以睇穿。第一，顏色死板呆滯，一串香蕉從頭到尾清一色亮黃，零色差零漸變，好似用機器噴漆噴上去一樣。完全冇自然生長的質感。第二，冇半點天然果香，摳落去聞唔到生果嘅清甜，反而隱隱約約有一股刺鼻嘅藥水味或者化學味。第三，超級耐放，擺喺室溫10日8日都不軟唔爛唔熟，果心長期堅硬，口感苦澀柴口，基本上冇任何食用價值。長期食呢啲藥水殘留超標嘅科技蕉，健康隱患真係非常之大。呢類香蕉裏面嘅膳食纖維、維他命同微量元素幾乎全部流失，人體根本吸收唔到任何營養，反而會不斷攝入難以代謝嘅化學殘留。呢啲有害物質長期積聚喺體內，會持續加重腸胃、肝臟同腎臟嘅代謝負擔，打亂人體嘅正常循環機能。特別係體質虛弱、免疫力比較低嘅老人家同細路仔，佢哋嘅臟腑功能比較弱，代謝能力差，長期食用好容易反覆出現胃脹、便秘、反酸同腸胃失調等問題，為將來嘅健康埋下巨大嘅隱患。我現在就教大家最實用嘅行內乾貨，有3種100%係問題蕉嘅款式，無論幾咁平，無論店鋪點樣大賣廣告或者推銷，大家喺街市見到都千萬唔好買，唔好食。第一種係通體金黃發亮、零瑕疵、顏色均勻死板嘅香蕉。自然成熟嘅水果一定會有深淺色差同自然紋理，絕對唔可能成串整整齊齊、乾淨得過分。只要你見到貨架上嘅香蕉光滑得好刻意、金黃得好呆板，放咗好多天都唔變軟，呢啲就100%係用高濃度藥水催黃、染色同防腐嘅問題貨。呢啲香蕉冇營養、殘留超標、口感極差，大家見到直接避開就可以。第二種係淺黃泛敗、表皮繃緊、硬如石頭、完全冇果香嘅香蕉。呢類香蕉係黑心商家用超高濃度嘅工業保鮮水同防腐藥水整體浸泡過，專門用嚟抑制果實成熟，方便長途運輸同長期擺賣。表面睇落去泛黃，好似熟咗，其實內部已經完全被鎖死，按壓落去堅硬兼冇彈性，湊近聞仲有一股消毒水或者防腐劑嘅味道。呢種香蕉超級耐放，極難變質。但係裏面嘅化學成分嚴重超標，對腸胃嘅刺激非常之大。第三種係外黃內硬、半生不熟嘅強行催熟蕉。好多街坊為了方便存放，平時中意揀硬身嘅香蕉買，怕放得太快爛咗浪費。但大家一定要分清，天然嘅青蕉買返去會慢慢自然轉黃，慢慢熟透，慢慢散發果香。而藥水半生蕉係商家用強效催化劑，強行幫未成熟嘅生蕉表皮上色。外皮雖然黃黃地，但內裏嘅果肉依然生硬乾結，營養完全冇形成，仲含有大量生結物質，食落去會強烈刺激腸胃黏膜，極之容易引致胃氣脹、便秘、胃痛同腹瀉等不適。懂得挑選香蕉其實只係入門，真正重要嘅係懂得點樣食，懂得避忌。再好嘅生果如果不合體質或者食錯搭配，一樣會傷害身體。接下來我講嘅呢3類人群，平時食香蕉一定要少食，甚至乎最好唔好食。家家戶戶都用得着，大家一定要認真記落嚟。第一類係脾胃虛寒，經常容易腹瀉嘅人。從中醫食療嘅角度嚟睇，香蕉嘅屬性偏向寒涼，滑腸通便嘅效果非常強。本身手腳冰冷、畏寒怕冷、脾胃虛弱，一食凍嘢就肚痛腹瀉嘅朋友，體內嘅寒濕通常比較重，脾胃陽氣不足。
如果仲經常空腹食香蕉，就等於寒上加寒，會持續損耗脾胃陽氣，加重體內寒濕，令到腹瀉、胃脹同胃寒忍痛嘅問題反覆惡化，日積月累，好容易變成慢性腸胃病。第二類係血糖偏高或者患有糖尿病嘅朋友，呢個係好多人嘅重大飲食誤區。好多糖友覺得香蕉食落去唔係好甜，誤以為佢嘅含糖量低，可以放心多食。其實咁諗大錯特錯。香蕉嘅升糖指數喺常見水果之中係名列前茅嘅，澱粉同果糖嘅含量極高，特別係完全熟透嘅香蕉，裏面嘅澱粉已經轉化為極之容易被身體吸收嘅單糖，大量食用會令到血糖喺短時間之內急劇飆升，造成血糖大幅波動，非常不利於病情嘅控制。所以糖友食香蕉一定要嚴格控制食量。第三類係腎功能欠佳、代謝功能偏弱、有腎病問題嘅人群。香蕉係非常典型嘅高鉀水果，鉀元素的含量非常豐富，身體健康嘅人可以透過腎臟順利排走體內多餘嘅鉀元素。但係腎功能受損、代謝能力下降嘅朋友，無法及時代謝血液裡面嘅鉀離子，長期大量食香蕉會導致鉀元素喺體內堆積，誘發高鉀血症，進一步加重腎臟負擔，嚴重嘅時候仲會影響心臟節律，危及生命健康。除了體質同人群禁忌之外，日常飲食嘅搭配禁忌就更加關鍵。有3組絕對不可以大量同食嘅搭配，食錯隨時會搞到胃部出大問題，大家一定要避開。第一係香蕉搭配高澱粉主食，包括紅薯、番薯、薯仔、芋頭同山藥。香蕉同呢類主食都屬於高碳水化合物、高膳食纖維嘅食物，短時間之內大量同食會在胃酸嘅作用下快速發酵，產生大量胃氣。輕則胃脹即食、消化不良、胃部沉甸甸；重則會持續脹氣、腹痛、腸胃蠕動慢嘅老人家同消化能力弱嘅細路仔，咁樣食好容易引發嚴重嘅腸胃不適。第二係香蕉搭配各類寒涼食物，例如西瓜、柿子、苦瓜、凍飲、雪糕同冰品，呢啲全部都係極之寒涼嘅食材，而香蕉本身性寒，多重寒涼食物疊加同食，會直接凍傷脾胃陽氣，引發腸胃痙攣。輕則即時腹痛腹瀉，重則會誘發急性腸胃炎。好多人夏天無端端腸胃出事，往往就是呢個原因。第三係香蕉搭配牛奶或者酸奶同食，香蕉裡面嘅天然果酸會同牛奶裡面嘅活性蛋白質產生化學反應，凝結成難以消化嘅硬塊沉澱。呢啲沉澱物好難被腸胃分解同吸收，堆積喺胃部會引發胃痛、胃脹同積食。腸胃敏感嘅人反應會更加明顯，所以大家盡量唔好將兩者一齊食。總括一句，養生從來唔係亂食，更加唔係食得越多越好，而是要識得揀、識得食，同埋識得配合自己嘅體質。真正優質嘅自然熟香蕉，顏色自然參差，帶有細微嘅芝麻黑點，果香純淨，軟硬適中，放2-3日會自然熟透變軟。而嗰啲顏值完美、一成不變、無香又硬身嘅科技蕉，再便宜都唔好貪，再划算都唔好買。大家以後去街市或者超市買香蕉，千萬唔好再被完美嘅賣相所欺騙，避開藥水催熟嘅科技狠活，分清自己嘅體質，避開飲食雷區，先至可以令屋企嘅老人家同細路仔食得安心，全家人食得健康。今日呢啲全部都係實打實嘅行內真相，係我親身踩坑，再向行內老友求證，先至換嚟嘅實用養生乾貨。大家如果覺得有用，就快啲轉發俾家人、親戚朋友同埋左鄰右里，讓更多人避開水果選購嘅陷阱，遠離隱形嘅健康危害，天天飲食安心，身體康健。